Flashback 又同大家介紹村屋啦 ，U 型嘅設計，可以俾你擺張休閒茶座喺度享受生活。上到嚟1樓嘅位置咧，真係好中意佢每一個廁所嘅設計，大家可以入去望，令到你每一日喺屋企都可以賞心悅目咁望住出邊嘅外圍環境啊嘛。End of Flashback 嚟到主人房嘅位置，俾錢嗰個永遠都係最靚景觀嗰個，你以為一眼睇晒，佢仲有多個衣帽間喺呢個位，太太們就算再多幾件衫都冇問題啦。跟我過嚟。首先，廁所做咗2個洗手盆啦，咁啊兩夫妻冇交嗌，最緊要佢整咗個企缸位置之餘，仲有個日式風呂。你話如果收咗工喺呢度享受下，又係另外一番嘅風味。最緊要價錢。佢而家係一個破底價，有興趣嘅就私信我啦。咁然之後啦，露台嘅位置咁長嘅位置就可以喺側邊嗰啲位擺個茶几或者千秋搖凳，望住嘅都係山林綠景啊，令到你可以舒緩翻工作上帶嚟嘅壓力啊嘛。上到嚟天台嘅位置就係一個舒心嘅地方，係一個山林綠景，最好嘅就梗係整翻個空中花園啦。尤其是我哋身後呢啲全部都係綠景，我哋近乎半山咁滯，空氣自然清新冇得講啦。呢一個物業4房2套嘅設計，絕對容納到大細家庭嘅需要啊！而且亦都有一個位置可以俾你安裝太陽能，就係我而家身處嘅位置，幫你去增值翻。所以如果大家對呢個物業有任何嘅疑問，歡迎同我查詢㗎。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哦，忘了，購房不迷路，買房找到哪？我們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感謝關注。